55,565美金。呢個係我玩 Prop Firm 咁耐單次出金最高嘅紀錄，而呢個紀錄係嚟自一間叫 Take Profit Trader 嘅 Prop Firm。究竟我係點樣由成本幾百蚊美金考核費而做到咁高出金嘅一次紀錄呢？大家好，我係 Y 特。咁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下乜嘢係期貨嘅 Prop Firm。呢個出金唔係借翻嚟嘅錢，係我用 Prop Firm 嘅資金進行 day trade 之後實際嘅出金。而開始呢一切嘅我，淨係投放咗一筆幾百美金嘅考試費用。咁你可能會想知道，我係點樣用一個極低嘅成本開始喺期貨 Prop Firm 入邊 day trade 做到呢一點？其實你並唔需要一個好大額嘅本金去參與 day trade。咁以下落嚟，我就會向大家介紹乜嘢係期貨嘅 Prop Firm。首先呢度係個內容綱要啦，想睇嘅就自己暫停睇一睇啦。OK，咁我哋首先介紹下乜嘢係期貨日內交易先啦。咁傳統我哋要做期貨日內交易嘅資金門檻係十分高嘅，只要你去證券行嘅官網嗰度睇一睇，如果你想開一個標準期貨帳號嘅話咧，往往你係需要幾萬蚊，甚至去到幾十萬嘅港幣保證金。因為日內交易係需要頻繁進出，對於你嘅資金規模同埋你嘅手續費嗰個成本要求係會更加高嘅。咁零售交易員亦都係我哋所稱為嘅 retail traders 咧，我哋係需要獨自承擔所有嘅虧損風險。意思即係我哋喺交易入邊蒙受嘅損失，我哋係要全部孭數。亦輸幾多個戶口就少幾多錢，而且我哋係冇一個好系統化嘅風險控制喺自己個 account 嗰度，亦都即係話你一日上頭情緒上頭，你就會導致到你個 account 過度虧損，甚至出現爆倉問題。咁所以對於啲具備一個策略但係資金有限嘅交易者嚟講，如果我哋用傳統嘅路徑，我哋就會難以入場啦。咁所以個核心問題就係，如果我哋有一個日內交易能力，或者我哋想去學習一個日內交易能力，但係同時間我哋又缺乏一筆好大嘅啟動資金，咁我哋又難以控制我哋個下行風險嘅話，咁我哋應該要點做呢？咁以下我就會為大家介紹乜嘢係 Prop Firm 啦。咁 Prop Firm 全名就係一個 Proprietary Trading Firm 啦。咁呢啲公司呢啲機構就係用嚟提供一個交易資金俾啲通過咗考試嘅 trader 而做嘅一啲專業機構啦。咁 trader 我哋係冇需要投入呢個大額嘅本金啊，我哋只需要付出一筆比較低成本嘅考試費，通過一個考試嚟證明我哋係有盈利能力嘅。咁通過完呢個考試之後，我哋係會獲得一個資助帳號 （funded account），咁就使用平台嘅資金嚟進行交易啦。咁你要注意翻呢個 funded account 其實都係喺一個模擬環境操作嘅，亦都即係話喺公司未拉你上 live account，亦都係實盤帳號之前，你都只會係喺一個模擬環境嗰度做交易。咁個盈利分潤就會按照公司所協定嘅比例啦。咁如果你喺個 account 嗰度有任何虧損嘅話，亦都會係由嗰間公司去承擔嘅。咁佢哋就會 set 咗有個 maximum loss limit 喺呢個 account 度，亦都係最大可以做到嘅虧損啦。咁即係簡單啲講就係，如果你有技術嘅話，你就出技術，公司就出個帳號俾你。咁如果你賺到錢，咁佢就分成俾你。但係你虧損都有限，因為你只係付出咗一筆考試費。咁成個運作流程係點樣嘅呢？由呢個考試到攞出金 pay out。咁首先你要揀一間Prop Firm 啦。咁你揀完 Prop Firm 之後，你就要俾一個考試嘅費用啦。咁就大概係50至300美金不等啦。咁就視乎唔同 Prop Firm、唔同 account size，甚至乎係唔同規則啦。咁第二個階段就係你買完個考試 account 之後，你係需要達到某一個目標，而且遵守嗰間公司嘅規則。咁一旦你做齊晒以上所有嘢，你去通過咗個考試之後，你就會獲得嗰間公司提供俾你嘅 funded account，使用嗰間公司嘅資金去進行交易。而最後，如果你用佢嘅 funded account 係贏到錢嘅話，你就可以由個 funded account 入邊提取你嘅分潤，亦都係攞 payout 啦。咁就有80%或者90%呢個比例去提取你嘅盈利，就視乎公司而定啦。咁唔同公司嘅考核規則，佢哋個分成比例同埋條件都有差異啦。咁我後面會慢慢講嘅。咁點解呢樣嘢係適合港澳台嘅 day trader 呢？咁首先我哋港澳台 day trader，我哋唔係喺一個
美國時間嗰度活躍啦，咁所以我哋會係歐美期貨嘅，我哋係會 trade Asia 同埋 London 呢個 session 嘅，咁就適合我哋啲朝頭早可能返 part time 嘅人去參與啦。咁如果你想玩美盤都冇問題嘅，咁但係你可能就要交易到一個好晏嘅時段咯，因為美國就係9點半先開市咯。咁但係我哋都可以通過 trade 呢個亞洲或者歐洲嘅時區嘅交易時段去進行交易嘅。咁主流嘅平台都提供一個中文支援啦，包括係 TradingView，即係我哋用開一個睇盤嘅應用程式啦。咁所以如果佢哋有中文嘅話，我哋都可以降低我哋嘅學習門檻去使用嗰啲工具啦。咁而且佢個資金門檻亦都係極低嘅，比起傳統可能要幾十萬嘅港幣去做保證金，我哋只需要俾可能幾十或者幾百蚊嘅美金考試費，我哋就可以操作到一個幾萬或者幾十萬美金嘅名義嘅 account。咁但係你要注意啦，雖然嗰個係一個幾萬美金嘅 account，但係實際上你輸嘅數都有限。公司亦都唔係真係提供一個譬如話5萬蚊美金或者15萬蚊美金嘅 account 俾你。咁但係風險就變咗可以控制啦，因為你最大嘅虧損只會局限於你嘅考試費，唔會因為你輸咗或者爆咗 account 而搞到你負債。而傳統嘅期貨，如果你係玩真倉嘅話，如果你真係爆倉，你就冇晒所有錢，甚至乎可能要俾銀行或者證券行 call loan 而導致負債。咁但係 PropFirm 就杜絕咗呢個問題。咁而且出金個渠道都成熟啦，咁就多數平台都支援 Wise 啦、PayPal 啦、Crypto 啦、電匯啦，甚至乎係新興少少嘅叫 Rise 呢個工具啦。咁所以港澳台戶口其實都可以接收到所有 payout 噶啦。咁所以 PropFirm 係特別適合啲有 day trade strategy 或者冇技術，或者你有技術但係缺乏啲啟動資金，希望通過一個玩玩下嘅形式去參與一個期貨市場嘅交易員嘅。咁跟住落嚟就係4間主流嘅平台佢哋嘅考試規則嘅比較啦。我就用呢個50K 美金，即係5萬蚊美金嘅 account 嚟做一個例子啦。咁你好清楚咁見到主流平台有4間啦，包括 Lucid、Tradify、Take Profit Trader 同埋 TopStep 呢4間公司嘅。咁我有喺我嘅 website 嗰度介紹呢4間公司，你哋可以去睇下啦。如果唔清楚嘅話都。咁而呢4間公司嘅考試費我都列咗出嚟啦，同埋佢哋最高可以有嘅優惠，你都可以清晰咁見到。咁你見到一個5萬蚊美金嘅賬號，其實你通常個盈利目標都係3000蚊美金，而你嘅虧損上限就係2000蚊美金。你最少個交易日都通常都係2到5日。咁呢個就係唔同平台佢哋嘅考試規則啦。咁基本上都大同小異，就係要用2000蚊嘅虧損係贏3000蚊嘅目標啦。咁通過完考試之後，我哋就到咗一個出金賬號，亦都係一個資助賬號啦。咁你見到係 Lucid、Tradify 同埋 TopStep，我哋出金嘅分成係有90% 嘅。咁而 Take Profit Trader 呢間公司淨係得80%嘅啫，但係佢個出金條件就比較有優勢，因為佢係可以每日都出金。而你見到其他公司，佢哋都係需要你有5個盈利日嘅，亦都即係話你一個禮拜最多只可以出金1次。而 TPT 如果你打得好，你就真係一個禮拜可以出到5次金。而單次嘅上限，你見到唔同公司喺一個50K 美金嘅 account 入邊，都係2000蚊，都係2000蚊。OK，但係 Tradify 就會多1000蚊，有3000蚊。然後 TPT 係基本上係無上限嘅，咁所以 TPT 呢間公司，你可能睇到佢覺得哇，日日都有得出金喎，出金又無上限喎。咁但係呢間公司個虧損類型係 trailing stop loss 嘅。Trailing drawdown 嘅，OK，咁 Trailing drawdown 呢樣嘢係咩嚟咧？你詳情可以去翻我嘅 website 嗰度睇啦。咁我之後嘅影片都會有詳細嘅介紹啦。簡單啲講就係呢個規則十分之難，咁所以新手嘅話都係 Lucid 同埋 Tradify 或者 TopStep 會比較好。Take Profit Trader 呢間公司只係適合一啲已經有技術而且有出金能力嘅交易員去用嘅啫。
咁我哋嚟簡單分析一下嗰個投入同埋個回報啦。咁以上咧都係以一個理想嘅情景去估算嘅。咁實際嘅結果咧係根據你個人能力啦、策略啦，甚至乎嗰陣時個市行成點啦，或者你風險管理能力而定嘅。咁如果你過往嘅表現係好，都唔代表你將來會贏到錢嘅。OK？咁初期嘅投入考試費用，我哋用一個50K 為例，就係可能係70到90蚊美金啦。咁到一個150K，可能就係200到300美金啦。咁然後交易平台，例如係TradingView 嗰啲睇圖啊，又甚至乎係一啲 Wealth Chart 要俾錢貨月費 Deep Chart 先用到，Artas 嗰啲要貨月費先用到嘅軟件咁樣咧。咁預計其實你一個月係需要150到600蚊美金嘅費用啦。咁除翻開，即係轉翻做港紙，即係一個月可能1000幾蚊左右啦。咁如果你淨係買 account 都唔緊要嘅，譬如一個 Lucid 50K account 98蚊美金嘅話，你其實用一個800蚊港紙就包晒所有數據同埋交易平台可以用噶啦。咁你嘅潛在回報係幾多呢？咁潛在回報嚟講，你最高，其實如果你好多個 account 一齊打嘅話咧，一個月可以平均有7000蚊美金嘅。但係，如果你係跟足一個計劃去做嘅話，個潛在回報其實頭先提到過Lucid、Tradify 呢啲公司單次出金上限係2000啊嘛。咁分成90% 之後，我哋就會有1800蚊啦。咁所以你睇翻個成本去到個回報，其實嗰個 risk and reward ratio 係比較大嘅。個重點就係，你如果爆咗一隻得2000蚊可以輸嘅 account，你輸緊嘅其實係嗰98蚊嘅考試費用，而唔係嗰2000蚊。但係如果你打到可以出金，你可以出嘅就係1800美金。OK？咁 for 一啲新手嚟講，我建議個出金週期維持到係2個禮拜或者4個禮拜一次啦。咁就唔需要太心急去，我打5日就要即刻出金咁樣啦。咁當然啦。其實冇嘢係一定贏錢，冇嘢係一定賺錢嘅。呢個都係我成日同我 Discord 入邊嘅人，或者我開直播會提到嘅嘢啦。冇嘢係穩賺不賠嘅。要注意嘅係呢啲公司係點樣賺錢。Prop Firm 就係賺你個考試費，佢唔會 copy 你啲單，因為有機會有人係打爆倉流、種田流。爆倉流嘅話咧，呢啲公司會爆好多 account。如果佢 copy 你啲單，咁所以呢啲公司賺錢嘅途徑其實係你考試 fail 嘅費用啦。咁所以佢哋考試嘅通過率其實唔高啊，因為有好多規則啊嘛。咁所以多數嘅 trader 佢哋都要試過好多次，佢哋先可以攞到一隻funded account，甚至乎係嗰間公司嘅 live account 啦。咁所以呢方面就要大家去學習點樣提高你通過考試嘅機率啦。而且佢啲規則係十分之嚴格嘅，每日可以輸幾多，總共可以輸幾多，都有一個數喺度。如果你一掂到嗰個數，係即刻當你嗰隻考試 account 失敗嘅。呢啲公司就係賺你個考試 account 失敗嗰嚿錢啦。咁同埋啦，佢嘅平台其實唔係一啲受監管嘅金融機構啦，咁存在呢個運營嘅風險啦。咁歷史上都出現咗好多平台係 rug pull 啊，甚至係拖你出金嘅記錄啦。咁呢啲就唔一一講出嚟啦。咁如果有興趣就可以問翻我邊間公司啦。咁盈利日嘅要求咧，其實部分平台係要求累積到達標嘅盈利日先可以俾你出金嘅，例如係5日咁樣。咁有啲人可能贏咗3-4日之後，最尾一日衰咗，咁你就出唔到金啦。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規則啦。同埋個心理壓力就係，你覺得用人哋個 funded 去做嘅話，你會導致到過度進取啊，因為嗰嚿唔係你嚿錢嚟嘅，所以就會影響你個抉擇質素啦。亦都係真係咩意思咧？你會好容易攞住個 account 去上頭 overtrade 或者 all in 啦。呢啲就係一個比較進取嘅一個策略啦。咁常見嘅一啲謬誤就係你可能覺得以為通過咗考試就可以發達啊，但係其實唔係嘅。喺呢個 live account 或者去 funded account 持續贏到錢，先係 prop firm 入邊最大嘅挑戰。所以記得，淨係使用自己可以承擔到損失嘅資金去支付呢個考試賬號嘅費用，千祈唔好借錢玩。如果係冇錢玩，就真係唔好去玩。
永遠都係有多餘錢去試下 Prop Firm 你先去玩。咁最尾啦，我哋嚟簡單咁樣總結一下啦。其實 Prop Firm 就係為一啲具備咗交易技術或者個交易技術未係好熟練，想小試牛刀嘅人，但係資金有限嘅 Day Trader，佢哋提供一個低門檻嘅入場途徑啦。咁個核心價值就係在於你用你嘅技術嚟換取資金，唔係零風險獲利，因為你都會買咗隻 account，係已經付出咗個成本嗰個係。咁基於呢個條件之下，你選擇平台咧都要好小心，你唔好去選擇啲差嘅平台啦。你要基於嗰啲平台嘅規則、透明度、出金記錄，甚至係一啲其他人對佢嘅評價啦，咁就唔好貪平，因為嗰間公司嘅帳號比較便宜，你就選擇咗嗰間平台去玩啦。咁我自己覺得啦，玩 Prop Firm 成功嘅關鍵就係嚴格控制好自己風險，同埋有一個穩定嘅策略。最重要就係要控制好你嘅情緒。咁關於心態方面，我將會分享更多嘅係未來嘅影片。咁我建議都係由呢個小規模嘅帳號開始，例如係25K 或者50K 嘅美金嘅 account 啦。咁就唔好一玩就玩150K 啦。咁就累積咗你嘅出金記錄，然之後再慢慢逐步擴大你嘅帳號規模啦。咁就呢個叫 scale up 啦，亦都係我一開始第一隻 account 炒到依家可以幾十隻 account 一齊做嘅方法啦。咁所以下一步睇緊片嘅你哋，記得訂閱我嘅 YouTube channel。我未來嘅影片將會係平台嘅深度評測，點樣出金，同埋我所有喺過去1年半學過嘅所有策略、心得、心態、風險管理，所有心得我都會喺呢個 channel 嗰度分享。咁如果你想有更加多資源嘅話，歡迎去我嘅網站 Popfirm Farm 嗰度睇一睇啦。咁啊，記得訂閱翻我嘅 YouTube channel。咁啊，希望大家可以 like、share、subscribe 呢條片。如果內容對你有幫助嘅話，都歡迎你分享俾你嘅朋友知啦。咁歡迎到我嘅 Discord 嗰度同我吹水啦，或者 follow 我嘅 Threads 或者 Twitter 睇下我平時嗰啲鳩噏啦，好冇？咁啊，下條片再見，拜拜。